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強烈的風颱把月結構完整往台灣的方向一直來，上新的路草較偏南平，也就是更加打進咱的東北部海峽。氣象專家講，這個把月恐驚會將做一粒典型的西北台，煙花都要嚴防海水倒灌甲積水淹水，而且伊的暴風圈還佫咧擴大，是這39年來上大的侵犯台灣的風颱。強烈風颱包圍結果再個向當一波一波加來台灣，甲前一天比，預測路線會南邊走，更加接近台灣東北部。氣象專家嘛講，這個路線看起來足親像西北風颱。講較白嘅西北風颱，就是佇咧講風颱通過基隆偏加蘇之間的海邊。氣象專家提醒，愛做好防颱。西北台，當颱風走到北部的外海的時候，它的外圍的西北風跟北部的海岸線其實是垂直的，那也因為這樣，它常常會導致所謂的北部地區海水倒灌，甚至於沿海近岸平原附近呢，會有嚴重的積淹水情勢。外圍的西北風，它是會阻遏原來預劃要從山區往海裡面疏散的這個降雨。那路線會南邊走，包圍風颱嘛愈加愈大粒。昨夜的七級風平均暴風半徑是350公里，到今仔日透早8點已經來到380公里。為氣象署風颱資料庫來看，這是自1987年林本風颱過，讓39年個拄到上大粒的風颱。氣象專家吳勝富講到，包圍風颱經過台灣東北近海區的時陣，愛設立地形干擾，可能讓風颱加劇化。目前是以這個通過台灣東北方的近海，這個通過的幾率會是最高的。不過剛剛也有提到，就是說，如果說這個颱風如果說有跟台灣地形有些交互的一個影響之下的話，那可能不排除可能還是會有接近到台灣的一個情形。所以近期颱風這個北台灣地區來講的話，可能就是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颱風所帶來的影響。包圍風颱天北往大粒，氣象署預告，雖然接近台灣時陣強度會有變化，不過同款也是強度風颱到中度風颱的等級來影響台灣。氣象專家嘛不斷提醒民眾，謹慎風颱，注意家己安全。